大家好，我係太陽哥哥，歡迎大家收睇偵探系列第2集《千古奇案看不見的存在》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太陽哥哥你好啊！我唔信啊！我唔信佢真係復活，除非我親眼見到佢手上面嘅釘痕，親手摸到。如果唔係，我絕對唔會信佢真係復活咗嘅存在啊 Bro,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, man? 各位 agent， 啱啱我哋接獲咗嚟自2000年前嘅一個電話，我哋一齊查案啊！查下究竟係唔係見唔到就等於一啲嘢唔存在呢？根據我哋精密嘅電腦分析，原來頭先嘅電話係嚟自耶穌嘅門徒多馬。原來當耶穌死而復活之後，佢向好多門徒顯現，咁啱多馬就唔喺其中，於是佢就認為佢未見過復活之後嘅耶穌，就等於耶穌係冇復活，佢冇存在。What? 各位 agent 啊，原來有3組密碼係反映咗一啲嘢，就算我哋係見唔到，都唔代表佢係唔存在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第一組嘅密碼就係關於力量 power。力量我哋係睇唔到，但係又係真實存在，就好似風咁。你見到啲風吹過嚟，頭髮都會飛起啊！我哋絕對感受到佢嘅力量，睇唔到，但係仍然存在。 Stop it. Get some help. 第二個密碼係有信號 signal， 大家屋企有 WiFi， 出街可以用手機 5G， 其實空氣入面充滿住可以上網嘅 signal 信號，我哋睇唔到，但係我哋有合適嘅接收器，就可以上到網同大家聯繫。信號 signal 係睇唔見，但係唔代表佢係唔存在喎。最後第3組密碼就係愛 love。 愛我哋睇唔見，但係例如當爸爸媽媽陪我哋玩，佢愛錫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就感受到愛係存在嘅。 Nice. 所以我哋最起碼見到有3樣嘢證明咗睇唔見仍然存在：力量、信號同埋愛。咁耶穌有冇鬧多馬話佢唔信佢已經復活咗呢？當然耶穌冇啦，佢仲親自向多馬顯現，同佢講：多馬，你伸出你嘅手指嚟摸下我隻手，伸出你嘅手嚟摸下我嘅肋旁，唔好疑惑，總要信。多馬果然就相信咗耶穌已經從死裏復活。咁耶穌之後就話啦：你因為睇見咗我先信，嗰啲未有睇見我就相信嘅人就有福啦。大家留意，耶穌係話冇睇見就相信嘅人就更加有福。而呢度我哋每一個人都未見過耶穌真人，但係我哋選擇相信佢，咁樣原來就係有福噶啦。雖然我哋見唔到耶穌，但係佢係真實存在噶，因為佢有力量可以從死裏復活。耶穌有信號，只要我哋願意祈禱，就可以同佢傾偈。耶穌更加有愛，讓我哋真實感受到佢嘅存在，所以睇唔到仍然有可能係存在㗎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歡迎你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我仲會有好多類似嘅故事同大家分享，所以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。